嘛是选举消息，这个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张书光昨暝邀请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徛台，想要到呢，伊抢民进党立委吴思瑶，讲要50岁啊，无可能够生啊，这世人是一囝一孙啊。嘛点名这个徐卡心，这4个的证据给你发假，这个张书光半暝赶紧回室咧，今日透早嘛又搁出面强调讲，绝对无认同侮辱女性的言论。不过杨志良认为讲，伊本身无失言，这和吴思瑶真火大。 吴思瑶我们50吧，伊机人绝子绝孙啊！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提麦克讲话真激动，讲完话嘛，互立委候选人张书光是听到叫要昏去。真的啦，绝子绝孙啊，因为要50啊，无可能死啊嘛。美女生生囡仔，看毋是细，嘛紧家搭肩架头5歹，含七个心嘛受到风台配。少年时啦，啊你死未？ 没信哦，你快没救了，赶快回家！今天不要来这边讲，回家去。杨志良讲到真痛，张书光半暝回室咧，而且嘛亲身出来甲大家会唔通。他也讲到徐小新跟吴思瑶2个人的例子，那我就觉得我应该虽然不是我讲的，但是我应该呢以主办单位立场呢跟这2位道歉。我非常尊重吴思瑶女士的选择，她在。 自由时报上说他想要结婚，当然好，结婚不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认为我有失言，我只是把事情讲出来而已。不过当事人佮警察天火岛，颠倒红点名吴思瑶切卡心，绿营的网军却来我的脸书洗版，攻击恶意。 叫我说不要开记者会了。政治工作者一再的有这样的发言，我真的觉得台湾社会已经难以容忍。那我的对手竟然还邀请杨大炮来替他站台，难道他忘了杨志良就是这种口无遮拦、丑女艳女的惯犯吗？嘉宾助选员讲几句话，和现场佮引起真侪争议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